4月2日係世界自閉症關懷日。每年嘅呢一日，世界各地都會亮起藍燈，綁上藍絲帶，或者穿上藍色衣物等等。其實只要我哋多理解、多關愛，就會令呢個世界變得更和諧同美好。冇錯，講得好好，係啦，呢個狗狗咧就係做啲乜嘢㗎？佢就係負責咧幫咗呢一個睇唔到嘢嘅人，帶佢行路嘅。今年扶康會牽蝶中心和牽蝶康怡中心嘅小朋友，為支持自閉症日，製作咗一條特別嘅藍色手鏈，希望提升大家對自閉症人士嘅包容與接納。請支持自閉症日。